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主日的中间，咱由原来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要敬拜上帝的大圣牧师先爱报告，就是有2只机车的主人可能爱请来刷车。第一只是 EWA 0036，EWA 0036。另外一只是 UTN 065，这2只机车的主人，若假使讲有方便，紧来甲这个机车刷叮当，互咱的动工会当有其他的事工来做进行。咱还未开始的大圣，咱三甲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祝福，互阮伫今仔日有遮尔美好的天气，会当用欢喜的心来学乐敬拜上帝。天父上帝，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同在，也引带阮伫今仔日个礼拜，有圣神甲阮做伙同工，有圣神来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就若亲像夜景共款，落伫阮的心田，来互阮不厌结果子。来荣光上帝，当阮将阮的今仔日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引带，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对今仔日开始整个咱的讲道的顺序，已经进入到伫马太福音书的13章。嘛代表讲，对今仔日开始，咱已经进入到伫马太福音书，耶稣咧开始讲譬喻遮的信息。所以拄则洪兴长老所带咱共读的马太福音书13章，这是咱大家真熟的一个譬喻，也就是夜景子的譬喻。所以咱会当通过伫今仔日的这个圣经节内底，通看见着讲。伫耶稣伊的工作中间，毋是干那医病赶鬼，都有讲道。但是伫伊讲道的内容，有透过譬喻来将上帝国，或者是讲伫马太福音书叫做天国，来甲即个奥标来伫即中间来启示出来。所以伫4本的福音书中间，耶稣的譬喻是真侪人真爱读。嘛是真侪人真爱引用的内容。如果咱若用文学的角度来看，譬如的使用是要互咱会当照着日常生活的人或者是事物，来互咱会当去明白一个真抽象的观念，或者是讲会当进一步具体来去解说困难的代志。所以通过譬如会当互上帝国的信息来互人更较清楚，所以伫圣经的福音书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伊透过譬如来将天国的奥秘来甲伊拍开。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更较要紧的是有听见的，或者是讲有看见的，拢通紧来回应，会当通过安尼来得到救恩。只不过真可惜，伫今仔日个经文，咱会当看见着讲，虽然有譬如，或者是讲耶稣已经来到伫咱的中间，总是还阁有侪人毋愿意听，嘛毋愿意看，以到互属灵的性命无法度来被拍开。所以咱要开始今仔日个圣经的分享进程，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经文，咱来看即个乌色的字体。咱来看乌色的字体，嘛是马太福音书13章的23节。马太福音书13章的23节，咱来甲即个金句，咱连续来甲读2遍。3来，也伫好土地的，这是人听道理来晓悟。再来一遍来，也伫好土地的，这是人听道理来晓悟。
我想咱拍开咱的圣经，咱看见着今仔日即个故事，或者是讲譬如，这是大家足识，嘛是真侪人真爱听诶，即个圣经的故事。我阁会记即我主日学的时阵，伫迄个年代有一种卡通叫做《飞行屋》。我会记即，当我第一次去到伫教会主日学咧看即个电视。通过圣经的故事来互阮遮细囝会当明白的时阵，第一个故事迄当阵就是通过飞行屋的即个卡通影片，就是用亚经济的譬如，所以即个譬如对阮来讲印象真深，而且对着牧师来讲，出世伫一个做事人的家庭，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因为亚经济。会当讲是一个真伫生活中间代表讲爱开始工作，然后通过遮个工作，会当得到生活的帮助。所以伫今仔日，咱会当看见着讲亚经济，耶稣透过伫即个动作，嘛进一步来指出讲，即个经济压出去了后，伊后续会发展。照着圣经的记载，有的人。的经济去互鸟仔食去，有的人伊经济落伫堑土的石头地，有的人的经济是伫刺皮的中间无法度顺利成长，确实嘛有落伫好土的顶面。遮现实的状况，拢会当来说明，做事人咧亚境实在是真辛苦。但是咱拢会真好奇。到底耶稣咧讲即个亚境是安怎亚？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看我家己的阿公咧种田，那亲像甲今仔日的圣经讲的亚经济无啥共款，因为咱台湾的田地拢是水田，所以咱真侪时阵看见的拢是用布丢的方式。但是伫圣经耶稣这个时代内底，亚境有分两种，一种就亲像咱印象中讲的，甲衫立起来，然后种子甲放伫衫的顶面，然后行一步手就压开。所以伫即个动作中间，咱会当去想象讲，那安尼压种子压出去的时阵，风若吹，话就无的确会落伫好土的顶面，话会落伫路边，或者是讲落伫石头地。但是伫耶稣迄个巴勒斯坦的迄个环境的年代中间，阁有另外一种的压种子的方式，就是做事人牵驴仔。坐伫驴仔的顶面，然后伫即个布地的角凹一角、凹一空，然后一面行，然后互即个尺仔会当落伫即个田地内底。但是即个方式会造成一个困扰，就是人伫遐行来行去、行来行去，直到话的种子会被落过，或者是讲有当时会落伫路边的石头地内底，所以咱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来去了解讲，伫耶稣咧讲的即个亚境，甲咱伫台湾做事人的步调是无啥共款。但是耶稣伊通过当时遮的百姓真熟悉即个日常生活的环境，用经济来去譬如信息。上帝国的奥秘，所以咱来对照，伫拄则咱看见着讲有4款无共款的土地，经济即马压出去，咱会当看见着讲第一款讲去互鸟仔食去，这代表讲听道理有无明白，所以有歹人来将压伫伊心内的经济甲摕走。换一句话讲，这就是拒绝福音。第二种会当讲伊是落伫堑土的顶面，或者是伫石头地，这代表伊安稳自在伫一个状态内底，确实伊毋愿意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这个改变是要付出性命的代价。第三种会当讲是受到卖血、治教无法度伫政治应该爱生出的机制内底来得到修成。第四种也就是咱看起有结果，会当有100倍、60倍、甲30倍。这个譬如真浅白，但是这个譬如真有意思，因为伫今仔日的譬如中间，咱会当看见着拄则洪县长老所传咱共读的圣经内底，则真清楚咧，甲咱讲起着是即个譬如2节圣经的中间，伊来甲咱交代着讲，伫当时听譬如的人有听去，但是决断无晓悟；有看见，但是决断看无见。因为百姓的心钝、耳孔重、目睭放客。那用咱较口语化的方式，意思就是讲，有人看无，有人听无，所以至到上帝国的奥秘无法度伫遮个人的面头前来表现出来。列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譬如内底，咱通看见着耶稣。伊咧说明当时伊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讲起着伊家己的身份的时阵，但是有人对着伊，每一个人对着伊的反应是无共款。照圣经的记载，耶稣引用以赛亚的指出，看袂到、听袂到的人，这代表讲伫当时社会的环境，迄个属灵的状态是真毋好。所以，伫即个情形内底，耶稣真严肃来警告甲提醒，爱听、爱看，紧紧来将固执的心来紧紧拍开，因为固执的人太有可能会来认捌上帝、认捌耶稣。换一句话讲，咱在进一步来看的时阵，看袂到甲听袂到，即两个现象。嘛来指出讲人的心意人的心意。所以伫咱倒来看圣经的时阵，其实咱会发现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对着希伯来人来讲，也就是咱对旧约写出来到伫马太福音书的时阵，会发现到讲希伯来人伫因咧解说伫因日常生活。做方式内底，甲咱一般的，特别伫咱亚洲的概念是无共款。咱拢掠做讲爱甲代志记号好，或者是讲爱甲代志明白，拢是有关头壳的代志。但是希伯来人毋是，希伯来人毋是讲头壳，希伯来人因讲的是心。心是希伯来人因对着一个人咧解说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心毋单单是一个道德情感的所在，嘛是一个人性命的源头。所以对着希伯来人因咧解说一个人要甲代志记号条，毋是咧强调头壳有偌好。换一句话讲是，你敢有甲即个代志放伫你的心肝头内底？所以伫即个解说的中间，会当看起着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解说，因为毋是用头壳去理解天国，是用你的心来去理解天国的奥秘。换一句话讲，对着耶稣咧讲遮的譬如内底，你要去明白天国的奥秘。或者是照白话字圣经讲的，爱晓悟天国的奥秘，你敢有将福音来放伫你的心肝头内底？我想咱通过安尼来去思考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当今仔日耶稣来用以赛亚的话来指责、警告当时遮的百姓固执，恁甲耳孔早起来。恁甲目睭早起来，恁掠做通过安尼
就会当来无代志吗？其实毋是。咱来延续顶礼拜的经文。顶礼拜的经文，耶稣甲咱讲：既若烦劳苦担重担的来就近我，恁来学我。恁来学我安那呢？爱学耶稣心柔软谦卑。迄个心柔软谦卑来去对照伫今仔日讲迄个看袂到、听袂到的人，迄款固执是有真大的无共款。特别伫今仔日的经文，拄则咱所看的金句23节，咱若注意看23节，才甲咱讲听道理来晓悟啊，听道理来晓悟。那你手头摕华语的圣经，你注意甲看。华语的圣经是写明白，听了又明白，听了又明白。听伫旧约的内底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听伫旧约的中间，伊毋是干那耳仔听。伊代表对一项事，或者是讲伊听到了后，伊会当去理解。更较要紧的是进一步行，甲伊做出来。所以伫申命记，摩西定定甲以色列百姓讲：恁得注意听，留心来听。迄个什么？希伯来文讲，迄个什么的意思，就是讲，恁爱详细去听，然后爱甲伊捌，然后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甲上帝的律例做出来。但是有听到，然后都会当晓悟。晓悟伫英文的中间，伊叫做 understand。那等下到伫希腊文的解说中间，会当看起着讲，原来迄是咧甲咱指出一个态度。就是讲，你今仔日有听到了后，你敢有迄个态度，甲理解了后，行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所以福音放伫咱的心肝头，这是一回事。但是今仔日你敢有法度将你所听到的福音真理来甲伊实践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会当100倍、60倍、30倍来看见着。福音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成长出来，来结实累累，这是更较要紧的事。因为太侪时阵，咱拢真容易记伫心肝头，却是咱无家己行出来。直到互咱所明白的事，一切拢总无采工。各位兄弟，我想将今仔日的经文写转来到伫咱家己。教会来看的时阵，其实我感觉今仔日的经文不只要有意思，会当互咱有2个角度去思考。第一个角度，引带咱去思考讲，到底教会存在的意义是啥款？教会存在的意义是啥款？每一次新学生来到伫教会，牧师就爱甲上课，爱甲伊解说整个的长老教会。所以昨来甲伊上课，目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数总共有1287间。这个教会无论伫啥物款的地方。其实就那亲像上帝伫台湾所压落的种子，伫逐所在，伫遐布业来结果子。这个教会伫因的特色内底，拢有真美好的事工来做美好的见证。换一句话讲，这个教会。就是将因所明白到晓悟福音的真理，用实际的行动落实伫社区，或者是伫部落。我想有一间教会来介绍咱大家来做熟悉，
这间教会伫咱北部。毋知影大家敢捌去过苗栗有一个所在叫做南庄的即个真水的一个社区。捌去过南庄的请举手，感谢主。南庄遐有一条真水的街路，叫做桂花巷。这间教会伫客家庄，按照一般的理解，客庄要传基督福音，是不只有挑战性的一个所在。所以也因为安尼，这间教会到伫因抽传道书的时阵，嘛大概伫30当前抽到传道书，但是中会的态度认为讲这间叫做 last try。意思就是讲传道来可以看伊要安怎舞啦，若舞会成，感谢主；若舞袂成，咱嘛求主怜悯，就关起来就好。所以迄当阵的传道叫做陈以诺牧师、单以诺牧师，伊做一个传道师，到伫南庄去牧会。到伫2当前来受主恩召，伊对传道到伫过身，拢伫即间教会。事实上去到伫即间教会的时阵，伊感觉讲，奇怪，教会都拢无人啊，所以伊来甲阮上课的时阵讲，伊甲牧师娘去应该是讲传道娘啦，去到伫教会报道的时阵。一间教会敢若5个人尔。啥物叫做5个人呢？伊讲伊甲牧师娘，剩的无会友，所以其他的3个是倒3个呢？圣爸、圣囝甲圣神。所以意思就是讲教会真弱小，教会无人，所以咱袂输敢若剩即个陈牧师因翁仔某伫传道书的时阵，敢若因安尼伫遐。咧活动，但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牧师甲牧师娘伫迄个过程来到伫社区，来邀请小朋友来到伫教会学拼仔，学分拼仔的即个方式，互即个客庄当地遮所有的家长。欢喜来互遮的细囝入来到伫教会，咱会当真学伫想象讲，原底是一间 last try， 意思就是讲要关起来的教会，既然互即个拼仔班，遮的小朋友组织起来了后，互即间教会真做是一间非常勇的教会，甚至当地若有要音乐比赛，无论是啥物单位办的，拢一定爱甲因邀请。万讲教会就爱去遐分拼仔，然后伫遐做伙参与，然后将教会的欢喜、正面的喜乐来分享互社区的百姓。咱真学伫想象讲，伫一个客庄的所在，会当透过一间教会的开落，来实际。将对福音的感动来落实伫社区的内底，所以伫昨咧准备讲道片的时阵，我想起到即间教会，想起到陈牧师的时阵，事实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伫下骹即张图，咱看起就讲，这囡仔看起来都哪真大汉呢？这就是已经毕业了后，倒转来到伫教会家己倒办叫做牧笛班的即个校友会，伫遐有周年的纪念，伫遐来做回应。同款的意思，嘛离咱无偌远的一间教会，另外一间教会伫宜兰东山。
咱可能想到东山，咱可能敢若会想起着讲啊，即间教会有可能就是拢敢若二手市集啊，做遮的事工。但是即间教会因还阁有做一个搁较水的事工，就是关怀新住民的妇女。这新住民的妇女是对倒来呢？原来就是伫教会原底咧办的课后辅导班内底，才会细囝的妈妈，有多数拢是对东南亚来的姊妹。这间教会的牧师嘛是对传道屈落去，一直做到今。这间教会的牧师曾经捌安尼来分享，伊讲。这个新住民的姊妹，其中有一位有一日来找伊来甲伊讲伊的外公来过身，却是伊真唔愿意要转去印尼，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伊甲牧师做坦白讲，因为伊感觉伊互伊的妈妈袂来台湾，甚至伊的爸爸因为食毒伫家角的。出入内底不止啊侪遍，所以伊对伊的老爸老母真怨愤，伊唔愿意转去印尼，为着因外公的这个个别礼拜伫遐来参与。但是东山教会的牧师，伊讲好无要紧，安尼我甲牧师娘甲你做伙转去到伫印尼，陪你转去。互你看卖啊，到底厝里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会当伫牧师教会的协调中间来去协助。但是当东山教会的牧师甲牧师娘陪伴即位姊妹转去到伫印尼的时阵，伊才知影讲，原来印尼的姊妹过去的生活，因的原生家庭是遮尔啊艰苦，因为伫1998年的时阵，咱可能大家若有印象，当时印尼有发生一个叫做黑色五月暴动，所以伫迄个国家政治上界混乱斗争的时阵，侪遮的妇女受到糟蹋，或者是被侮辱的时阵，原来伊的妈妈。甲即位姊妹袂来到伫台湾，就是望讲，互伊的祖囝会当得到保护，无受到军政府的欺负。到后来，伊才知影讲，原来毋是妈妈无爱伊，是妈妈疼惜伊，来甲伊袂来到伫台湾。所以东山教会嘛，因为安尼，咱看起着牧师伫荧幕顶面即张图内底。因甲遮个姊妹捡做伙来成做一个团体，嘛会当通过课后辅导班来组织遮个新住民的姊妹，会当互教会来将福音传出。各位兄弟姊妹，我想通过伫即两个故事内底，其实嘛是互咱重新去思考，教会就那亲像上帝也经济伫国家社会内底。教会就那亲像福音的经济共款，将听了有晓悟的信息来落实伫社区、落实伫咱的环境的时阵，咱就的确会当看起着福音所带来结实累累100倍、60倍、30倍。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嘛，互咱看起着讲，遮个故事特别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每一间教会的事工，会当讲，就那亲像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但是第二，咱甲今仔日的信息扭转来到伫咱家己的时阵，咱嘛爱问咱家己。既然咱的心田要来接受上帝国的福音的经济的时阵，那安尼你敢有愿意诚做是这个心田的好土？当你愿意成为上帝国福音的种子洒落的心田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成为是这个心田里面的好土壤？经济会当大长，就是土是好。所以通过安尼嘛是咧提醒咱爱有正确的性命。这个正确的性命就是咧提醒咱伫一般的生活中间，咱是怎样咧面对上帝的话语？咱是怎样去面对上帝的话语？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咧，甲咱提醒讲，听道理来晓悟，伊实在结实。转来到伫圣经的提醒内底，嘛是咧帮助咱去重新调整咱家己。咱敢有用顺服的态度做出发，来将上帝的话连接落实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换一句话讲，咱的人生若照着上帝的话，会当充满有意义，自然的领受的福气就满满。所以，无所爱提醒咱，咱毋是干那坐伫礼拜堂咧听道理，咱是爱听道理，有晓悟。礼拜煞转去到伫人群的中间，互上帝的话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影响咱的心思意念甲行为举止。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咱毋通成做迄个听袂着、佮看袂着的人。即款的人无法度领受上帝的祝福，佮较毋免讲要结实累累。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有好的土，来领受上帝耶乐伫咱心田内底福音的种子，或者的种子会当顺利成长，嘛通结出100倍、60倍、30倍，来荣光上帝的名。三甲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虽然上帝你甲种子也伫阮的心田内底，但是嘛是互阮重新来提醒家己，激励家己，爱伫生活的中间时常为主做见证。恳求上帝你帮助，互阮毋是真做固执的人来拒绝上帝，通互阮听会着嘛看会着，通互阮属灵的生命得到进步甲成长，互阮心田顶面每一粒种子，拢会当大长，会当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来荣光上帝的名。阮将这个事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恳求主甲阮三个同在。阮安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